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諗你哋最近喺 Web3 同加密貨幣圈子都聽過一個熱門話題 APTM Coin， 成日有人問呢隻幣究竟流通得好唔好，係咪健康，定係背後有啲咩我哋睇唔到嘅遊戲規則？今日我哋唔講廢話，就用最直接嘅數據同邏輯拆解呢個問題。首先，我要問一個核心問題：一隻幣嘅價值同可信性有幾大程度上係建基於流通呢兩個字上面？如果大部分嘅幣都鎖死喺某啲人手上面，市場上流通嘅只係冰山一角，咁樣嘅價格係咪真係反映真實需求，定只係一場精心設計嘅幻覺？根據我哋團隊搜集到嘅鏈上數據同公開資料， APTM Coin 嘅整體供應分佈的確出現咗一個值得關注嘅現象。好多人關心嘅 mining 量係偏左定右，我哋嘅分析係佢明顯偏向左邊。偏左即係好似你老闆話齋，大量嘅幣其實係揸喺項目方、早期投資者或者係某啲大戶自己手上。呢啲幣並冇真正流入市場進行自由買賣，結果呢？市場上流通嘅供應量相對稀少，稀少嘅流通量會導致咩情況？好簡單，價格好容易受到操控。只要持有大量非流通代幣嘅人放出少量貨品到市場，就已經可以對價格造成好大嘅衝擊。反之，佢哋收手唔賣，市場就好容易因為冇貨而價格飆升。呢種模式同真正由市場經濟，即係偏右嘅情況，即係大部分供應由市場參與者自由交易決定，有住本質上嘅分別。我哋作為投資者或者觀察者，必須要清醒，一隻流通量高度集中、市場自由流通份額偏低嘅資產，佢嘅價格波動往往同實際應用、生態發展嘅關聯性會比較弱。你見到嘅升跌，好大可能只係反映緊一小撮人嘅買賣意願，而唔係一個健全經濟體嘅自然脈搏。當然，我唔係話 APTM Coin 一定係壞事，好多項目早期都會有類似安排。問題在於呢種偏左嘅狀態會維持幾耐？項目方有冇清晰可信嘅路線圖，去將呢啲鎖住嘅代幣逐步釋放到市場，邁向一個更去中心化、更由市場主導嘅偏右狀態？呢個先係關鍵。總結嚟講， APTM Coin 目前嘅流通狀態的確存在偏左特徵，即係供應相對集中。對於任何考慮接觸呢項資產嘅人，我哋必須要問多幾個問題：佢嘅透明度足夠嗎？鎖倉代幣嘅解鎖計劃係點？整個生態係咪真係創造緊需求，去承接未來可能釋放嘅供應？加密貨幣世界，光環同風險永遠並存。我嘅責任就係同你哋一齊剝開表面嘅熱鬧，睇清背後嘅真實邏輯。希望今日嘅分析能夠俾到你哋一啲啟發。我係 Triple X，我哋下集再見。